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25章，警醒忠心憐憫。耶穌說：天國好像10個童女拿燈迎接新郎，5個聰明的帶備了油，5個愚拙的沒帶備油。半夜，新郎來了，愚拙童女的燈滅了，他們買油回來時，門已關了。主人按各人才幹分派銀子，忠心的拿去賺了1倍，得到主人的稱讚；懶惰的把銀子埋藏在地，被主人丟到黑暗裏。人子在榮耀裏來，把萬民分開，如牧人分開綿羊與山羊。對右邊說：你們來承受國度，因為當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對左邊說：你們離開我，因為當我餓了，你們不給我吃。義人進入永生，惡人進入永刑。善行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